早喺7月競選期間，溝山已經表明要成立一個真正政治主導、首相主導嘅決策機構。而國家戰略局作為首相直屬機構，目標就係要將決策權集中喺首相身上。令整個權力架構更加複雜嘅係民主黨幹事長小澤一郎嘅角色。溝山嘅內閣人選都要經小澤同意。唔少黨員認為民主黨已經出現雙重權力架構。小澤一郎，溝山有幾？又例如呢個字應該係讀夠，抑或應該讀扣呢？字書話俾我哋知係讀夠，就係不送氣同埋送氣嘅分別。其實個分別係好細嘅啫。所以如果大多數人都係讀滑稽，都係讀結構，都係讀苦海孤雛，咁我覺得呢分別既然咁少，大多數人係咁讀，就喺呢種情況底下呢，我就覺得無需要咁執着。